未試過開會嗰陣個下屬走埋嚟同你講，老細呢單嘢搞唔掂，你幫我睇下，然後你二話不說攞嗰份文件3分鐘之內改好晒，仲覺得自己好叻。但係3個月後，同一個下屬又攞同一類問題嚟問你，而且呢次佢連嘗試都冇嘗試過，直接將個波掟翻俾你。你心諗，點解佢永遠都學唔識？今集我會同你拆解一個真相，問題唔係佢學唔識，係你教錯方法。你會了解到點解幫手做其實係管理層最大嘅陷阱。一個你今日就可以用嘅7分鐘教練對話框架，同埋點樣由答案提供者變成問題引導者。我係 Lawrence， 歡迎收聽 My Talk Book。我記得大概10幾年前，我喺一間貿易公司做中層管理，有個下屬叫阿強，佢負責跟供應商嘅品質文件。有一次佢攞住份報告走埋嚟，話呢個供應商嘅測試數據唔對路，問我點算。我當時睇咗2眼，即刻指出3個錯處，仲幫佢改好晒個電郵草稿。阿強連聲多謝，我覺得自己好有效率。但係2個禮拜後，同一個供應商又出問題，阿強再次走埋嚟，而且呢次佢連基本分析都冇做，直接將啲 raw data 攞嚟，話老細你經驗多，你幫我判斷。我嗰陣先至意識到，我唔係喺度教緊人，我係喺度養大緊一個依賴我嘅人。呢個就係 Michael Bungay-Stanier 喺 The Coaching Habit 入面講嘅核心問題。佢話絕大多數管理者，包括當年嘅我，都患咗一種病，佢叫建議怪獸。咩意思呢？就係當有人向你求助嗰陣，你個腦會自動彈出一個衝動，我知答案，我即刻講俾你聽。呢個衝動係由細到大培養出嚟嘅，由讀書嗰陣老師問問題你舉手答，到出嚟做嘢老細讚你醒目有見地，整個社會都獎勵識答問題嘅人。但係做咗管理層之後，呢個習慣變成一個詛咒，因為你每俾一次答案，就等於向個下屬傳遞一個信息，你唔使諗，我諗就得。Stanier 做過一個統計，話經理人平均每日有 25% 嘅時間係喺度救火，即係處理下屬攞嚟嘅問題。但係佢發現呢啲問題入面有超過一半，其實下屬自己係有能力解決嘅，只不過佢哋慣咗向上級攞答案。而管理者之所以樂此不疲，係因為俾答案會帶嚟一種即時滿足感，你覺得自己有用、被需要、有權威。但係長遠嚟講，你係喺度製造一個依賴循環。下屬越唔使諗，就越唔識諗，越唔識諗，就越多問題要問你，越多問題問你，你就越忙，你越忙就越冇時間教練佢哋。呢個惡性循環，最後搞到你自己 burn out， 團隊又成長唔到。Stanier 提出嘅解決方案好簡單，但執行起上嚟好難，就係8個字：少講多問，改變習慣。佢設計咗7個教練問題，目的唔係要你變成專業教練，而係令你喺每日10分鐘嘅對話入面，由俾答案轉做引導諗。呢7個問題係啟動問題、AWE 問題、聚焦問題、基礎問題、偷懶問題、策略問題同學習問題。我而家逐一講，但係重點唔係背呢7條問題，而係理解佢哋背後嘅邏輯。第一個係啟動問題，你心入面諗緊咩？或者更直接啲，你想傾邊樣？呢個問題嘅威力喺邊度？係逼個下屬自己定義問題。好多時候下屬走埋嚟，佢自己都未搞清楚究竟發生咩事。你問佢你想傾邊樣，佢就要喺腦入面整理一次。呢個整理嘅過程本身就已經係一半嘅解決方案。我喺供應鏈管理入面見過無數次，一個品質問題，當事人講咗10分鐘都講唔到重點，但係當我問佢你想我幫你解決邊部分，佢突然間就講得出嚟，因為佢被逼由抱怨模式轉做問題模式。第二個係 AWE 問題，全名係 And What Else， 即係仲有咩？呢個問題我覺得係全書最勁嘅一招。點解？因為當一個人講完佢諗到嘅答案之後，佢個腦會自動停機，覺得講完啦，冇嘢啦。但係你問多句仲有咩，奇蹟就會發生。Stanier 話，通常第一次問對方會俾你一個好明顯、好表面嘅答案，第二次問會俾你一個佢覺得可能噃，但係唔太肯定嘅答案，到第三次問先至會爆出真正嘅核心。我試過喺一個客戶投訴會議入面用呢招，個同事最初話問題係供應商遲交貨，我問仲有咩？佢話可能係我哋個訂單預測唔準，
我再問仲有咩？佢停咗一陣，話其實係我哋同供應商嘅關係已經裂咗，佢哋優先做其他客，呢個先係真正嘅問題。前面兩個只係症狀，如果我一開始就幫佢改個訂單流程，我永遠都解決唔到個根本問題。第三個係聚焦問題，呢件事對你嚟講真正嘅挑戰係咩？呢個問題好關鍵，因為佢將焦點由事情轉移去人。好多管理者犯嘅錯係一聽到問題就開始分析事情點解決，但係忽略咗個下屬喺呢件事入面嘅掙扎。例如個下屬話個 project 趕唔切死線，你即刻幫佢排個新 timeline， 但係佢真正嘅挑戰可能係我唔識同另一個部門講要 delay， 或者我驚老細覺得我無能，你幫佢改 timeline， 解決唔到佢嘅恐懼。所以呢個問題逼你停一停，睇清楚究竟係事嘅問題定係人嘅問題。第四個係基礎問題，你想要咩？聽落好簡單，但係 Stanley 發現好多管理者根本冇問過下屬呢句。我哋假設下屬想要解決問題，但係佢可能想要學識點樣自己解決，得到你嘅認同，或者有人分擔責任。如果你唔知道佢想要咩，你俾嘅答案可能完全錯配。我喺 ESG 審計入面試過，一個同事成日問我點寫報告，我以為佢想我幫佢改，後來我先發現佢真正想要嘅係一個模板同檢查清單，等佢以後可以自己搞掂。我幫佢改100次報告，都唔及我俾佢一個 template 有用。第五個係偷懶問題，我可以點幫你？呢個問題個名好過癮，叫偷懶，因為佢逼個下屬自己講出需要咩幫助，而唔係你自動假設。Stanley 話好多管理者一聽到問題就自動進入英雄模式，覺得我要拯救你，但你問我可以點幫你？有幾個好處。第一，佢可能講出嚟嘅幫助好細，例如你只需要幫我覆個 email 睇下有冇錯漏，而唔係你想象中嘅幫佢重做整份計劃。第二，如果佢講嘅幫助太過分，你可以當場 renegotiate。第三，最重要嘅係佢開始學識求助本身係一種技能，而唔係攞答案。第六個係策略問題，如果你對呢件事講好，你會對邊樣講唔好？呢個問題係針對香港職場最致命嘅病，唔識講唔好。我哋成日覺得做老細就係要有求必應，下屬有咩要求都答應，結果自己嘅 to do list 爆到滿瀉。呢個問題逼你同下屬一齊睇清楚每個決定嘅代價。例如個下屬話我想接受呢個新 project， 你問佢如果你講好你會對邊樣講唔好，佢就要諗我可能要放低手上嘅舊 project， 或者我要減少同客戶見面嘅次數。呢個對話好重要，因為佢令到下屬明白資源係有限嘅，選擇係有代價嘅。我喺供應鏈入面成日要處理呢啲 trade off， 例如你揀咗用個貴啲但係快啲嘅供應商，就等於對個平啲但係穩定嘅供應商講唔好。教下屬識得諗呢啲先至係真正嘅管理。第七個係學習問題，對你嚟講今次傾偈邊樣最有用？呢個問題放喺最後，因為佢係一個閉環，好多對話傾完就散，下屬走咗之後可能完全唔記得咗啲咩，但你問佢邊樣最有用，佢就要喺腦入面 consolidate 一次，將啲零散嘅想法變成一個具體嘅 take away。 而且呢個問題仲有一個隱藏功能，佢令你得到 feedback。 如果佢話當你問我仲有咩嗰陣，我先諗到第三個方案，你就知道 AWE 問題對佢有效，以後會繼續用。呢個係一個持續改善嘅 loop。 Stanley 將呢7個問題包裝成一個7分鐘教練對話，意思係你每日只需要抽7分鐘同下屬行一次呢個流程就已經足夠，唔使長篇大論，唔使正式坐低開會，可能係喺茶水間沖咖啡嗰陣，或者放工等 lift 嗰陣。重點係頻率而唔係長度。佢引用咗一個研究，話如果一個經理人每個月至少同每個下屬有一次有意義嘅 one-on-one， 團隊嘅 engagement 同 performance 會顯著提升。但係香港職場嘅現實係咩？好多老細一年都冇同下屬傾過一次正經嘅發展對話，淨係喺度派嘢同檢討。講到呢度，我諗有人會質疑 Lawrence， 你講得輕鬆，但係我個下屬真係唔識做。如果我唔教佢，佢搞到一鑊泡點算？呢個質疑好合理，我都遇過。Stanley 冇話你永遠都唔好俾答案，佢係話你要延遲俾答案。
即係當個下屬問你問題嗰陣，你內心嘅建議怪獸會即刻彈出嚟，你要學識認住佢，然後同自己講，等陣先問多2句問題，如果問完佢都係唔識，我先至俾軒。呢個延遲可能只係多1分鐘，但係呢1分鐘就係下屬學習嘅黃金時間。我而家同下屬傾嘢，會刻意將自己嘅答案衝動壓低10秒，呢10秒入面我淨係聽同問，結果發現超過一半嘅情況，下屬自己會講出答案，而且佢哋講出嚟嘅答案往往比我諗到嘅更好，因為佢哋更貼近前線。再講一個香港職場嘅具體場景，想象你喺 IFC 某間公司嘅會議室，個下屬話，老細，個客戶投訴我哋個包裝有瑕疵，我應該點回覆？傳統做法係你教佢點寫個 apology email， 點補償，點跟進。教練式做法係你問，你呢刻諗緊咩？佢話我驚個客戶會取消訂單。你問仲有咩？佢話我諗緊係咪我哋個 QC 流程有漏洞？你再問呢件事對你嚟講真正嘅挑戰係咩？佢諗一諗話，我唔識同客戶講壞消息，我驚佢鬧我。到呢度你先發現，佢要嘅唔係一個 email template， 佢要嘅係點樣有自信地傳遞壞消息。你嘅角色變成幫佢練習對話，而唔係幫佢寫 email， 呢個分別好大。因為下次再遇到類似情況，佢識得點處理，而唔係再攞埋嚟問你。Stania 仲提到一個概念叫 TIRA 計劃，即係你作為管理者，你嘅真正價值唔係喺你今日做咗幾多嘢，而係你培養咗幾多個可以獨當一面嘅人。如果你每日都喺度幫手下做嘢，你係喺度做微觀管理，唔係教練式領導。微觀管理嘅結果係你越做越忙，團隊越做越弱。教練式領導嘅結果係你越做越輕鬆，團隊越做越強。呢個轉變需要時間，可能頭1-2個月你會覺得問問題好慢，好唔效率，但係半年後你會發現個下屬走埋嚟嘅次數明顯減少，而且佢哋帶嚟嘅問題層次明顯提高，由點做變成點決策。我記得有一次喺觀塘一間工廈同個供應商開會，佢哋個品質經理同我講， Lawrence， 你唔似其他客咁，一見到問題就鬧人或者俾指示，你成日問我你覺得點解會咁，同你會點改，搞到我哋自己諗多咗。其實啲答案我哋自己都有，只不過以前冇人逼我哋講出嚟。呢句說話令我好深刻，因為佢印證咗 Stania 嘅觀點，每個人內心其實都有答案，管理者嘅工作唔係俾答案，而係創造一個空間令答案浮現。講埋最後一個實用建議， Stania 話要改變建議怪獸嘅習慣，最有效嘅方法係設定一個觸發器，即係揀一個你每日都會遇到嘅場景，作為提醒你要問問題嘅信號。例如你可以設定，每當有人講，老細，你有冇1分鐘？嗰陣我就知我要啟動教練模式。或者每當我感覺到自己想講你應該點點點嗰陣，我就停一停，改問你諗緊咩？呢啲觸發器令到新習慣更容易建立，因為你唔使每次都用意志力去壓制個衝動，你係用一個外部信號去提醒自己。總結全書，Michael Bungay Stania 想講嘅嘢好簡單，管理者嘅終極目標係令自己變得多餘，唔係話你要被炒，而係話你個團隊要進化到一個階段，冇你都識得運作。要達到呢個目標，你必須停止做答案嘅源頭，開始做問題嘅向導。7個問題唔係魔法，佢哋只係工具。真正嘅魔法係你願意改變自己嘅習慣，由講轉做問。呢個轉變對香港職場嚟講特別難，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被訓練成答問題嘅人，但係做老細之後，你要學識做問問題嘅人，呢個先係真正嘅領導力升級。如果你想知點樣進一步將呢啲教練技巧應用喺跨部門溝通同客戶談判入面，畫面右邊呢條片我會教你點樣用策略問題喺供應鏈談判入面爭取更好條件。想睇呢本書嘅1頁精華圖解，點擊下面連結去 Academy 免費下載。如果你遇到片中講嘅問題，去 Academy 話俾 AI 教練知你嘅情況，免費獲取一份為你度身訂造嘅專屬分析報告。大家記得訂閱 My Talk Book。如果你有心水好書想我拆解，歡迎留言話我知。我哋明天再見。